没嘛说啊，漂那边搞伢的，都那么乱么想的，十三个钱嘛，都得洗不落的。刘邦就看尊松家，妈妈就没嘛好的，对上明白那边的艺术熟悉阿毛。刘老干嘛都看要收你要宝贝的，不如啊太松啊我，谁在么家嘛的话，偏偏来漂来。几片来买来，收入那个不好过，路数片来买来不过。哎，老干嘛安稳管家，你的啥的水，谁别想安人家没洗不过啊！没代表给他搞没，国家呢要的水，咱们有啥来，没得拿的，国咱们呢要你加啥看来，别没这个。我他们披露的啥看来说啊，名字不差了，免一批了。哎路安稳管家说的不没么对，老家嘛没啊，路年批多了没办嘛。